哎，師傅啊，給我把這個碑啊稍微刻下子。車上來叫什麼？叫一葉桃色。一朵稀缺的美。關公巡城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外國龍地多，韭菜炒大炒，哇哇椒。他們揚州人要配紫菜嗎？應該是紫菜。紫菜。但是我不曉得的不能喝說。那我們揚州的木業龍頭老大排第一，在全國我不知道排第幾，未知數。